真實而大膽的預言。教會復興求多啲。我奉主的名預言，任何一間教會誠心遵守主的吩咐，放下一切跟從主，他就必快快的經歷復興。不要以為我是在嘩眾取寵，這個預言是主自己說，我現在只是公開宣告多一次而已。主說，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，都教訓他們遵守，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馬太福音28章20節。預言的內容是12門徒若有教訓新門徒遵守主的吩咐，放下一切跟從主的話，主同在就會立時出現。他們領人信而受洗之外，還要教訓這些新門徒遵行主的吩咐，像他們當年回應耶穌的呼召，撇下一切跟從主一樣。有遵守與沒有遵守主的吩咐，有撇下與沒有撇下一切跟從主，是清清楚楚的。那麼主自己有沒有與門徒同在，也是清清楚楚的。豈會只得一個觀念上的同在，而現實上空空洞洞？當然是會出現主賜下生命的平安、喜樂、能力。即使有教會傳統上未能接受有神蹟，但是復興出現的時候，所有會眾都感受到能力，這一點沒有人能否認的。從主堂與我則是直接經歷神蹟出現。我在2017年之前是未覺自己有超自然能力的恩賜的，但卻在神透過我的祈禱醫好一個小孩子後，大量的神蹟奇事從此就出現在從主堂，而且神蹟醫治的能力不斷變多變大，連腦細胞死亡的個案，耶穌在我們當中都醫好，叫人快速康復，沒有後遺症。所以我在這裏奉主的名預言，任何一間教會誠心遵守主的吩咐，放下一切跟從主，他就必快快的得着復興。阿門。